来看这波大雨，伫火烧岛嘛是同款造成灾情。这是绿岛乡环岛公路的尾乌桥这个路段呢，昨暗受大地石头落伫个路面，阻碍双边的交通。伫个温泉住了附近的民众，敢若会当加设一段路来通过。也那乡公所已经委托厂商，预计得要2天才会当抢通。离即暗11点外，绿岛环岛公路温泉路段尾乌桥附近发生边坡土石崩落，造成双向的车拢无法渡过。二月2日，公所已经派开口客药厂商到现场救封锁线。不过，绿岛乡即个一条环岛公路，游客甲当地居民拢乘这条公路出入。公所讲，这边一帮主要是受到顶礼拜连续几落天大雨，再加上271阵大雨，边坡土石含水量伤多，土石相当才会规个崩落。不过石头伤大粒，可能要2天才有法度搬走。这么温泉住落的民众甲游客只好坐较远的行南寮渔港迄边。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台风，只要稍微雨大一点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岛很像破掉的洞一样，到处都是土石流。为了考虑那个工程安全的问题啊，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开口企业已经在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马上清除，大概要2天时间。乡公所讲，绿岛环岛公路已经争取到4亿的经费，会分期征收，希望会当减少再发生公路的灾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